肉食，哈，肉食。对，比较会拿走的。你唔同正经比快乐还进些呢哈。对。舒服卡还蛮引猪吹卡抖。啊，补鸟。哦，淑珍姐，猪卡抖啊，那你还不记？他还有批到香香嘛？哟。你做的建议做得开直播。YouTube 多快哈。不看族谱没？因为韩姐很重视这个，一致性。那雪玲姐就是重视什么？又小呀，猫小。胡椒粉。那我们小戴师傅重视什么？小戴师傅重视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对，你跟我想一样。这什么？石板韩。这个是回去要跪的吧？有香味啦。应不应做马介会攞去报名参加比赛？用個女咧，用收捱來嘅，係來啊，兼唔嘅咧。你真的懂合适做直播主哎，而且我觉得会业绩会很好。底下小叮当啊，顺便按一下订阅频道。小铃铛啊，这是小叮当。小铃铛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韓語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愛民族，太重發票。各位來到沒有力了，你會發現到沒有力呢，越來越多新的事情都會發生哦。係啊，也給上司越來越後生哎。雖然說呢，人口老化或是人口外移，但是你會發現到最近年來呢，越來越多後生人真都要到位，讓苗栗呢有新的活水。今天的參賽者呢，沒有按用嘅經驗哦。係啦，冇唔錯，所以好好紹介一下。冇唔錯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你戴翻成小戴師傅。大家好，台大灣區。歡迎小戴師傅，大家來分享到係將什麼代表？向陽歡喜師傅。大家好。好，馬上你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炸機喺兩公婆來志同路哦，分享到係燕偉跟淑珍，掌聲歡迎。大家好，有沒有像是年輕的新血代表？不可能，兩公婆還有這種默契的眼鏡。大學剛畢業。哇，看一下攬水的影片哦，記得係表姊妹，係齊體哦，跳舞嘅范小柱、龔妹珠。歡迎。這個是姐妹裝吧？對，上到去選稿哎。好了，先嚟問坤啊哈，黑燕偉都口後延期上班，對不對？淑珍呢？在新竹的也是新竹延期。哦，新竹延期這樣子。我先來問一下，都同路要到畢業有推薦嘛？個好教好食好料的冇？你推薦喺銅鑼窯，一邊喺頭擺做暗工嘅地方。對，佢有50年的歷史。嘅附近有龍廟北宮，嘅附近就可以去打卡。大家一定要來銅鑼窯哎！你給到畢業做董後，你可以買伴手禮，然後呢又有拍照打卡的地方，而且來到銅鑼一定會喝茶嘛，對不對？哦，我另一片彩體嘅跳舞堂講，我推薦一家好食嘅店，超厲害的，對不對？超厲害，對。董後社哈，今日呢，我來介紹跳舞鄉呢有一間50年豬頭肉麵店哈，有快炒，然後快炒呢其中呢有一道這個菜呢是人家的最客家的代表，就是薑絲炒大腸。你看一講到薑絲炒大腸，你的嘴巴有沒有在分泌口水？有。嘴巴為什麼超過口罩？對，聽到有竹蟲套東西，我就覺得嘴巴開始酸了。應該要講誒，從銅鑼窯腔中都會傳承的散牌。對，它是有老，就是古早木一樣傳下來。對，所以說張偉講到沒有利亞島邊呢，有越來越多新的活水，因為呢傳統嘅思念，傳統嘅參加有新嘅一台來接啦。今天呢，我們來表現嘅料理就是又傳統又敢創新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。輪蛋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搶下來吃好菜咯。好，第一關呢，咁我來看一下，來到苗栗一家之主嘅變相。哎呀，看記得上呢邊時節咯，預算就來過係啊。有嗎？一點點。哦，你說裡面有3本嘿，好，就是用到這一集的預算。等下第二個東西不能夠搞。來看一下。
哦，来最蛋糕系这个奶油很明显啊哈，用到一剩到最后了，要用撸的哦哈。哦，那金针菇，整菇，而且苗栗人就碟啊，铜锣蛋饼，铜锣蛋饼苗栗人超爱吃的，冇强用吗？就是特别天好刀啦，哈，冇强用。点呢，它对折的方法不一样。好，一下无限住葱頭、豬肉絲、一泡菜、韓式的哦，然後係麵條、油條、藍鋪子啦，藍鋪子，這個超好的。請問這兩個還一個？這是一起選的，叫做鍋燒意麵。哦，就兩個。對。好啦，阿唔過亞條食材呢樣來編出好嘅菜色，睇起來先來上看啊，馬上來進行小組討論。有上來先嘛解？有面就鹹面嘞，米面，然後嘞，泡菜，豬肉肉絲啊，肉絲，還有一個金針菇，還是哈，是鍋燒意麵的版本，沒錯。等一下，選乜嘅啊？選豬肉啊，豬肉越挺愛啊，對，黑莓泡菜，好，還有兩行，調味，麵條，好，配色嘛，綠綠的。歡迎黑公真給。猜拳沒有贏的話，沒關係，我們再隨機來討論這樣子，好不好？加油一下哦，來，加油！金針菇啊！好，不是，我們等下隨機應變，你用啥看起來是動為主，對不對？冇問題。數不挨，來數到3，數到3，來1、2、3，加油！討論好勢哦，有想法唄，呀哈呢？第一關的考驗就是在猜拳了。冇錯。好，來隊長先猜啊。沒有啦。你是聽我講哦。好了，來第一棒，我們先排。小豬阿姐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來 ，yes。唔怕，來，太開心了。肉絲。哈。肉絲。對，比較會拿走的。泡菜，先同轉景別快樂下轉選嚟嗬。對，唔怕，來小豬阿姐王一來選。唔該選乜嘅？他想要的在那邊。對呀，你要趕快想第二道啊。藍鋪子好了。藍鋪子。好，藍鋪子。還有幾行？水的發開胃。好來。好寬啊哈。它好寬。好。呀好啦，好東西啦。沒啦。用張好唔會留你上衝動 ，yes。好來，第二棒來請猜拳啦。妹豬阿姐。面對對方哈，面對對方，面對。跳舞比賽前2秒到2片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一塊。來，你最近想要乜嘅？我現在可以拿了哈。對，好。兩。好，乜嘅咧？還有嘛？還有一行。還有一行哈。要不要洋蔥？好。蔥頭啊，香哈。好，謝謝淑珍姐。好音，2包給他拿過來。太多吧。來，天宇哥，確定嗎？確定哦。還滿意吧？躺起來睇下都會粉粉嘻嘻嘅咯。好，現在我們看下馮翠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咯，要打起精神來。好，來感受一下藍色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2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比賽。現在我們看到我們今天想要用的粥也出料理咧，豬麵，好了，豬麵，痛麵也係煮燥的那種乾麵，痛呢？哦，你要煮水哦。對啊。泡菜不用先炒過，直接拿來做湯底。哦，好，所以等下要煮泡菜鍋燒意麵。淑珍姐，你是不是客家媳婦？是客家人嗎？金咩客家人？她是客家媳婦。對。糖也是嗎？糖也是。那你們我媽小用完音色的。我媽會講啦。好夠。學妹。太浪漫。那是學妹。同學。同班的嗎？同班的。對，我們大學的時候。隔壁班。班對。隔壁班的。哇！我跟你說，要結婚真的要趁讀書的時候。因為哥，你觸角伸得很遠哦。太子嗎？謝謝你。所以該用是讀嘅係老乜個優相關嘅，到那篇讀書啊。明星科技大學的信奉。結婚幾多年了呀
17生年了。17生年，感情还这么好。呀，有生意嘛？有3個。3個，哎，台上那种工程师读动模行，结果强上家。你哋下到信州嘅工业科技园区是在哪一间啊？哎，在世界先进。哎，那有主持过给允同福音呢。哇！他家庭日公布每个人发放8000元的那一次，不记得，对，还没有去。因为这笔钱他没有跟老公说。阿公，你喺度苗栗才提嘅工业那个科技园区，金源电子。哦，金源电子哦。所以你用啥？还有打嘴国区这些我用，就是你们自己的代号。还好，不会用代号啊。他们2个聊天是自己写程式。蛮厉害。对啊，我还是回到料理木一下，豆腐卡还蛮引出来看到。啊，补鸟。哦，淑珍姐，煮卡豆啊，那你还附近是负责看捣乱。出声啊！3屆成啊，我用音圖啊，生也給他耶。good 中 good sale good 優質眼。哇，還要再生嗎？淑珍的表情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哦。好。Hello， 嗨。虽然哦，对呀，公主妹哎你爱哎，但是我们有个特别妙招，来访问一下李珠姐。是。想要用伴走。我想要老蛋饼呢，煎必熟了，然后呢有一点柔软度之后呢，然后再把一片的菜炒火的时间夹过了，然后来包起了，然后这样来切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会配一点点颜色，就是辣椒。哦。然后到后面我们蓝卜子。好，然后加一些的调油，加一些的糖，增加它的层次感。哇，对，我本身是做买专业的。来退休了，现在在社区里面兼总干事。哦，天数啦。天数啦，对。后拜嘞。都验政府对。哦。公府民间。对。那现在呢，就还是一样去社区服务老人，就是社区耆老。对，那我的专长还是。老人福利这一块，他有了就会按的啦，对。那修竹记嘞？之前有做搞纸黏土面包风啊。哦，手信社。当后生啊，有层次感呢，好强哎。你也是戏剧系的呢。你做的建议做的可以直播。YouTube 都可以。不看主播咩？搞纸黏土面包风啊！哦，做先生，哎，做先生。所以等一下吼，魔鬼记到海色会动冲洗，有呛色，有风色。哎，那这个蓝卜子我先绕给去籽，对，绕给豆豆油油啊，切油油，切油油，嘿。啊，等下给我都上来。好，等一下你们就下锅了，好。哇！哇，你痛的动好宽呢，又抢到一道番龟呢。哎，但金针菇不用切哦。哎，人家那个部队锅好像没有切呢。就是这样。就是安呢。老公最爱吃什么？他很好养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你是不是喜欢我煮的？什么都可以。冇错，所以你用到学生嗰个时节咯，系马莎对 Q 马莎。我叫佢啊，哦。那个淑珍姐，你是看燕伟哥的什么爱上他的？他长得帅啊！哇，外貌协会的，为到成嘅基进啊哈！一腔劲动诶。你喺那边你？宜蘭羅東。宜蘭羅東。對。那你最好食乜嘅客家菜？牛拌吧。牛拌超好吃。你是有吃过客家的料理嘞？有认真学啦，但是还在努力当中。好，燕伟哥没有给你压力。14年，我不会给他压力。他们俩互动好妙哦，我现在有点看不透。那是从这样，感觉有一点点利益关系啊。对，先锋从北，还呢从强。你现在是以他最爱的泡面方式来煮吗？用来好会煮饭，可能太搞不唔好，我唔好是绵绵。哦，常嘅意思嘛，太个。我哈 QQ 啊，我好跟汤刚地位。这意思系咩 QQ 啊？嘿，
係斜斜，有一說咧係魔術嘅，蒙錯，我可以動作餅乾用啊，王子面嘛哈，差不多現在就關火了。就像啦，係啊，真的呀，不要一直破壞人家夫妻適合。真的。哇，先幫你煮一下，真的。等下到會好咧啊，等下到會好。這道麵就叫百年好合啦。有夠黏，有夠黏。好，安尼差唔多誒哈。差唔多。啊，試一下味道哦，因為好像還沒調味，對不對？對。哇，第一片本來下風險，第一片真正又從咧做料理哦。不然我那邊在幹嘛？不愛心啊。後面。我們是圓山飯店的呢。行政總廚，哎，行政總廚，緊急含有屬實。總執行長。蔥頭啊？沒有，洋蔥，蔥這就頭啊。像蛋餅卷。對，南部子哈。有拉嗎？冇嘛拉，對。它的這個咪咪的對，是的咪哈，咪度呢菜呢要有層次感，所以呢，那調些咪，個加些的頭油，個些的糖哈。哇，你在圓山大飯店工作太委屈了吧？但我有層次感，但我好食哈。對。不過你嘅頭我做乜嘅摸出加那啲炒，先燙過。因為哈頭誒那上嘅話唔好食。哦。對，所以呢。那你給它剝絲嗎？有燙過嘞，哈。那這位一絲絲的哈，你看，按你後面知道。好，那我們溫度稍微降一下，降下來哈，哈。要將料哈，按頭家調好嘅時間哈，按一下呢，稍微提味。那提味，不熟呢，提味的時間呢，按溫度稍微提高一點點，做嘛？按照嗆啊 ，OK， 給一下呢，來，好，我嘅溫度呢，對，直播，我嘅溫度啦，按照嗆下去，好，那個味道就出來了，好，對，中間的音效都有加好，它還有披露香香嘛，好。調的時間呢，哈，現在收乾了，馬上來準備降溫，啊，降溫。你做的建議做得可以直播 ，YouTube 都可以哈。不靠主播咩？第三應該要講。好，你要不用壓嘛？對。好，一下米湯全部出來哈，就整皮咩？啊，就上盤。不用多等。哦，你用拌爆嘞？啊？等下會爆起來嘛？有，我頭包好嘅哈。對，好。那你等下要切得快做的，切的時間哈。如果人家都有，還是乾脆這樣上菜，我覺得也可以。上菜，這樣就上菜就很漂亮了。可是我想講，我攞去包起來，等一下我們要做擺盤。啊，然後後盤，對，要做粘土的部分。對，粘土定上的。那塑形嘛哈。好，那我們先倒數嘍哈。好 ，OK。天草馬松的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吃困難體館內部開咪西卡站的嘍。六族那種厲害有邊陲料理，安利選了吃困難安利風吹嘅有點韓式泡菜意麵鍋。湯頭很棒哎。唔可以講窮來，嘟嘟後，以最愛吃泡麵的燕偉哥來說，你覺得金美太太做的？裡面做的有些軟啦，我看軟呢，我較好生硬呢。哦，唔過蒙好食咧。這個到家的時候請回電，我們要確保安全。好，來看一下咱吹兩位阿姐對風吹記得的評價。好吃，唔會太油膩。然後呢，那個今天的那個。肉啊，講豬肉啊，它的鮮甜度也夠。對啊，有一啲的，好像出國吃到那個道地的小吃哈，就是有那個感覺。就差一顆蛋了。冰箱沒有啊。哦，稍稍來試看一下，咱出的一片的創意料理哦。好，來吃這個呢。哇，剛剛料過後那邊都講，它更豐富了，而且米頭有凍乾，因為都有加個藍鋪子落去啊呢。對，有點像蒼芋頭感覺，然後又有那個。炒出那個香，還有瀑布子那個味道，我覺得超級好吃的。哎，淑珍姐是走戲劇派的，跟剛剛他加個木筍就抵耶。其實阿姐跟下就講到重點，因為簡單嘅想法是講，因為今天係藍鋪子，加上係頭絲，就用頭絲風絲來炒，所以它就是一個客家味。很好吃啦，有層次感呢。
当腔哎。你也是戏剧系的呢。要买缺点做得来突出来呢，突出来，这里下是高本师傅来评分哦。竞争的时间来喽，先来向小戴师傅抢分数。蓝水一分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邱师傅全部分数。邱龙是蓝水。哎，他们两个很狠哎，抱歉。啊，吉良沙算很狠的评审。莫讲我啦，莫讲我。我讲清楚怎么改。小戴师傅，我们有因为燕伟哥现在有点担心了。对啊，他真的回不去了。冇啦，因为来讲，你啊风腿应该食材吼，那果炒果，啊去香梅啊、猪肉啊、甲金针菇，甲香梅炒出来，应该汤的层次感还会冇强壮。啊，你啊片甲破布子、甲调日、甲洋葱、甲甜梅烧出来，甲试起来，它创意料理的，所以来分俩到。应该先讲红吹。椰猪肉可以先入锅，这样子才可以显出某雄统的米稀，可以不用跟外面一样。对，那可能煮的意面的时间太久时间再短暂一点，那些米稀会更好。蓝吹呢，因为它呈现出来的。显出那个南埔子的永咪有出来，洋葱的甜味有融在里面，所以它的变化性比较多，所以给蓝队。不怕，没有关系，我相信爱能战胜一切的，好吗？还有最杯米馆嘅几比啦哈，头前呢虽然讲蓝水得到2分，不过也睇下先休息下，来看一下今日玉涵师傅带来乜嘅好料嘅啦，睇下分享咧。师傅出台菜。好，東久冇食到，你邱師傅帶來嘅好菜啊！哈，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甜瓜雞肉粽。哎呦，甜瓜雞肉粽，嘿，一定有一個容器。對，有一個容器，來介紹一下，有個米濃瓜。啊，米濃瓜最甜的哎。甜瓜沒有都米濃瓜。嘿啊，錯啊！啊，來雞胸肉切丁狀，有個是水果甜椒。它甜。可甜，也米稀冇安葱，然后甜豆，木米，有个等一下要腌鸡肉的玉米粉，差不多，来先腌制鸡肉，好，7、8盐、胡椒、酒。要先卤一下，就刚刚你给我们的批评指教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要先腌分享啦。怎么听起来有点料味？对啊，冇按你讲啦。你係用針來滷哦，東你係用頭油嘅。嘿，啊，有個食材哈比較個清爽，所以我又冇調油啦。先會安撫啦。嘿，冇你怎麼個用雞胸肉咧？用蓋鼻肉咩下軟？比较好取的，可以去骨啊，但是这个比较便宜呀，对不对？经济实惠，对，经济实惠。这一集的预算到底被用了多少？经济实惠。冇，你下干全有鱼嘎。这么落保雪粉，让它保护层。嘎子毛粉哦，係咪用卵清？弄做对啦，不卡烘，用乜嘅食材吼，方便又好。看蛋价啦。啊，对啦，对，反正它又有盖呀么。那我们就是下去让它泡熟，大概对，差不多160、180，差不多160，差不多。因为你不看有小乱结嘛？有吗？有小盖吗？冇。有个甜豆，熊肚切差不多我们的鸡胸肉的大小。你椒个主要係味道配色啦。嘿。啊，像我摸醬椒係因為要調咧。嘿。咁煎一下就好了。有素就好哎，有个木米、熊肚切丁状，都跟我们的食材一致性。因为韩姐很重视这个，一致性。那雪玲姐就是重视什么？又熟也冇熟。胡椒粉。对。以及胡椒粉。那我们小戴师傅重视什么？小戴师傅重视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对，你跟我想一样，漂不漂亮？是什么？岩韩，这个是回去要贵的吧？哦，这夏天来吃这温沙拉超棒。对啊，如果加一点油醋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啊，错。
小戴师傅重视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对，你跟我想一样，漂不漂亮？甚至师傅重视什么？是不是有肉还没肉？答对，我们越来越有默契。这样每个主厨都有他的特色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志龙哥呢？有没有 Hello Kitty？ 对，还有没有华拉？阿凤够嘞，阿凤够。摆盘是不是很浮夸？对。底部卡风哈，都得用水，节目中用油稍微穿烫一下。阿雄啊。嘿。钓魚明明是中熟啊，佢本身是在上學嘅。有哪一種調酒在上學嗎？還多一線統合效果？其實你敢吃都可以。真的哦。不敢。蠻有道理的。對。因為蔬菜你只要把它洗乾淨。哦。其實生吃沒有太大的。很有道理。假使每會講嘅上梅啊，就走在學啦。小戴師傅也是真的很用心。給們一來都聽懂說，明珠，我今天做的菜你全部都能吃，很貼心啊。他有在觀察，很貼心，真的。來賓怎麼突然沒有聲音？哎呀，有冇人點錢哦？感動吧。學定來咩？學定來。你講學定來，佢不熟真節奏。太炒菜，我坤定來啊嘛。坤定來，直接下去炒咯。哦。哦，什麼都好看呢？都得換位，看起来很嫩。換位置，感覺好像我是助手了。師傅，我覺得這個時候可以加松露鹽誒。遇到可以準做係西式服哦。來，那個成本預算接。胡椒粉。然後沒有松露鹽嗎？松露鹽，我們先用台鹽，支持國產，支持國產，18桶。加通什麼呢？會增加它的味道的豐富性。小豬啊，這動人音家，他說要支持台糖。台糖，應該鹽說支持台糖，本土化。好，蠻有道理的。好，然後最後。都得控支持美濃瓜，對，國產水果，國產瓜。其實我係第一擺看到有囡仔添加鹽菜呢。對，比較清爽啦。不過吼，就不要炒那麼久了啊。但是有個問題哦，其實家下唔是加湯啊，它裡面的那個弄啊，係凍添的啊。那第，不過吼，去籽啊，有出，我們秀珠姐最會去籽呢。是。那蓝葡子去的多好，被你看到啦，哦，厉害厉害。我哥哥最爱吃的就是香瓜，我觉得这个如果加一点昆布盐也很棒。啊，明珠，对不对？对你很识货。哇，这夏天来吃这温沙拉超棒的。对，如果加一点油醋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啊，错。我们到底多想改师傅的菜？每一道菜你多想拉高预算，不是这样很好，这样子大家都有創意啊。甜瓜雞肉粽，阿娘就好食咯。好，第一次呢，係我到甜瓜雞肉粽，大家可以來當澎湃吼，來叫他來吃這個咯。你要拖出來凍單用快樂咯。你拿了吧？而這個甜瓜好甜哦！我吃過啊，裡面打你像是甜瓜飯呢，它是水果，可是底度邊留椰吧，你就變做講像是吃溫沙拉，肉很嫩，肉都嫩的呢，肉都嫩，所以肉你是要吃嫩的。面要吃硬的，对，没错。但有其他的食材吼加起來哦，我覺得，假使冇添瓜吼，就一般的料理，冇添瓜加落去有畫龍點睛。對，風味餐，又較清淡啊，這種感覺。這只有邱美女才做得到的。安子生，我要推廣在地的食物。哎，真的，當季時當季。來買鐵擺時都用添瓜做一個粽，都甜點，鳳梨該要全抹香濃，還很優雅、很清雅的一個香味。那這個可以煮湯嗎？它會比較接近做那個採果蔬果醃製成像西瓜麵。所以試看啊，不管用朋友自家都試看一下。對啊，
好，中国已經咧台灣咧購置哦，經營係世界有名嘅。睇下咩做相關哦，變得料理地度做得有嘛個變化。唔夠頭前，藍隊得了2分，馮吹，我們呢就給他乘勝追擊，馬上把他掰平來。好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麵館呢，是我們紅隊要來乘勝追擊的時候啦！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滷漂感，乜嘢撈誒？奶酪嘞。你看，今日撈幾久誒？先滷，然後再泡1個晚上。哇，對，它懂秘密樣子，滷包啊，中藥啊。哎，就一般的五香醬油這樣去滷的，讓它增加它的味道。哦，好，請啊，這個淑珍挑夫館，我來做誒最杯麵館的料理，菜名都乜嘅？韭菜盒子。韭菜盒子，你等一下該不會就現場直接擀麵團，就讓你直接加滿分？他現場重賣。對。哇，還功夫哦。好厲害，好 OK。最杯麵館呢，大聲跟大家說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哦，你看下諗出嚟一袋吼，帶來秘密武器，黑馬蓋。冇嘢吃。你要馬上走哎。愛做哎。這麼厲害，這也是直播有賣的嗎？對。來少改一下，你要就買鐵片哦。有機的哈，完全無毒的哈，然後用2號砂糖跟無糖浸的時間呢要冇嘢吃了3年。哦，讓它發酵哈，等3年這樣做的是，所以呢，這是108年做的這個，哇，要冇嘢出哈，對。啊，那個做料理啦，水苗按到嘛個？冇嘢酸甜嘅，呢啲做糖醋的感覺啦。哦，係冇？來，最尾一關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兩支隊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2道菜都算是博謙喜歡的。哎呀，韭菜盒子，韭菜盒子。哦，但是這邊的摩耶匙梅子醋走的糖醋雞，上面呢梅子，我會去親自先走哎。對，看起來兩片都準備凍球啊，傻傻的。還是要給紅隊分數吧。這什麼？哦，石板hand。這個是回去要貴的吧？有香味啦。哎，這很貴耶，石板是2000多吧？沒有這麼貴。這個哪天賣轉來呀？網絡上買的。是為了這個節目嗎？不是，平常家裡擺盤用。哎呦，一般人會說很有儀式感呢。咩？該提那柏油路哦一點咯。這個我們的這個燕尾哥啊哈，他因為他拿刀，他要 cue 我們要拍到。對啊，沒有，因為前面沒有拍到他拿刀的畫面。不要拍。這什麼？哎，紅油。那做嘛個貼片種一罐那樣？因為稱好的比較快。還有表上年因為算個較亮啦。有比例耶，很專業。給他你要先標嘛個？哎，先下蝦皮開洋。哦。等一下蝦皮煸鍋。嘿。那其他的食材燕尾哥讓我來小改一下好嗎？啊？哎，他這樣真的會切到手。好，要轉場切台。哎呀，抖音枕頭切台。對，這個跟那個做科學實驗沒辦法二用。唔錯。我幫你報，你去備料要不要？然後讓你們可以做一點別的事。沒關係，這樣就可以了，真的。被拒絕了。因為給你牙冠哦，給就壓力啦。對呀。不是啊，我們等下想要看你來擀麵團一下啦。哎，韭菜和地北獨玉卵哦。有啊，這一道菜啊，為什麼會想說把它拿來最後比賽的一道菜？對啊，因為在家裡比較常做啊，家裡比較常做餡餅或者是那個。好吃啊。對。啊，這一年有坑他天數嗎？哎有，2個姐姐都有幫忙。啊對哈。最細個係誰來？張張都誰妹？哎呦，哎，你好幸福哦！上一輩子真多情呢。等一下，講一下。哇！你還長按到法拉必波哦。真的開始那個做紙黏土了嗎？對。這個是跟玉涵姐借的食材啦。對啊，那邊有抓煙吶。對。哇，而且今天我們還有爆竹粉哦，這個係乜嘅粉？
莲藕粉更健康。对，它体验啊，你们完全是现学现卖呢。对呀，油泡160到180。俺用的是水果彩椒的风味，比较淡。阿姨也用凤梨，安尼米西也冇相同哦。等一下嘅糖醋，我用某个东西来做啲甜啊，某个东西做啲酸啊。梅醋，做酸。然后加一些梅牛肉，然后有番茄酱，过一些的糖，也是提味。凤梨也甜嘛。大胆假设，等一下摸一个地北族的籽汁啊，是秀珠姐会来煮。你真的懂 Hapsi 做直播主哎，而且我觉得业绩会很好。底下小叮当要顺便按一下订阅频道。小铃铛啊，真小铃铛。小铃铛。立刻就浪惨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剪掉。好，一边预告，一边预告。哪一只？大胆假设，等一下摸一个地北族的籽汁啊，是秀珠姐会来煮。对，我们只是增加它的风味，就是把那个醋的那个味道带到去的时间，清它，然后洗锅的时间，你就不用水锅了去，那个清爽度就出来了。对，根本你做嘛该不会落去报名参加比赛咯？用我来，用，上来来耶，你来，对，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哦哈。好，擀面团，哇，哇，这是可以算紫微斗数吗？该没打把容哎，打把。哇，干嘛该？面粉，所以他真的很会做糕点呐，做面线啊。现在还不要，先等等。那请问一下，压个面团还炒不腻先用后哎？哦，没有，根不腻。只顺章用。那有需要先煮面团吗？不用，不用，直接烫。这个用，不用，这是用烫面的，大概92度以下的热水给它灌。就做这里。那你吃了这么多年下来，也没有学到一点点？学是学其他的，例如怎么躲避擀面墩。厉害了，一律满点。喂，刚好开火了，大概160度。像你安用好多读书的时间是投的不用哈，同学应该很羡慕你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他的手上很多伤口。完蛋，猫抓的，所以连猫都欺负你了。需要你要多少油？好，选下。不用啊，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你认真吗？他这个听不了解，还是这只猫？不是，再问下去会不会听不了没有？不要他再说他哭了。一只而已。等等，对不起，我用明六。精彩的画面。对，这边。哇，它外面那个是什么？这是慕斯圈，做甜点的，只是那个我懒得带碗过来而已。你也会做甜点啊？对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一人可以吃一个吗？对。哇，我有点想破例了。都在尬混哦。立刻就浪惨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剪掉。好，一边预告。哪一只？先放在那里。好。莫该还冇问到，你地不就掺嘛该？这个。豆腐干啊，豆腐干，然后虾皮，然后鸡蛋、粉丝跟韭菜。那这个冬粉还上蛮熟的，还没熟。没有熟的，泡软而已。那有调味的吗？有调味了，黑胡椒粒吧，我看。黑胡椒粒、白胡椒、盐、糖。它很大通哦。那你有做什么油温？可以。像你俩做俩面团哦，是中筋啊、低筋啊、高筋哪一种啊？今天用的是中筋的。有冇强种的来精度会不一样。那纬度呢？我们有纬度，我们自带纬度，自带纬度了，知道纬度。对，你们家很欢乐对，用梁沙都很外向啊，互相开玩笑。还没。你讲来讲讲，佢动厉害，佢该工程师有安慰主席。对啊，其实很厉害。冇简单因为像我都直接买现成的韭菜盒。你动到该什么功能是下半，全我不穿烫血它多而且你那个是不是特制的酱料？对。我决定今天破例吃面粉了，比较偏那个眷村味的。
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哈。我们先恩爱一下，好。胡椒粉，胡椒粉，美度豆，法拉比宝，法拉比宝，秀色可餐，真的。然后呢，我会先把那个醋呢有点提味，温炒一下，对，给它呛一下哈。直播开始，对，直播开始啦。好，呛完之后呢，那我们的第二个层次的味道，让它下来。对。米头呀，迄醋的米头哈，伊下也带番茄酱、糖、tomato 糖，对，是嘞，有抹椰汁，然后胡椒粉。好，那下来之后呢，我还是要把味道呢再稍微把它提味一下，然后提一下米头哈，层次感再够落来。青头杯呢，最清爽的凤梨哈，装好了。哇，凤梨加落去，长了法拉比波了哈。安尼炒起来有没有流口水了哈？有，流口水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切掉。起锅嘞，好，还没有。我们起锅之后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利用它的热度呢，好，那把葱呢放落去，放上去。你真的懂他是做直播主哎，而且我觉得会业绩会很好。真的哈，底下小叮当要顺便按一下订阅频道。小铃铛啊，小铃铛，对，小铃铛。对，每夜三强耶，给按钮就后些喽。上菜喽。好了，那你等我们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先整理一下，因为我们那边还在擀面团。面团中够厉害哈！我的麦刚发芽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很好哎。哦哈，没有的。好赞哦！你天天都吃很好哦。没错。妈妈煮的靠色还是老婆煮的？老公后色。你真的很会做人哎。他有一套官方回答。做啥呢？没有。像伊店的细节咯，人家不用就提前讲要注意买的东西嘛。冇容易出货了做。教你就是硬。教那个。我唔知。我可能就掉的手法，没有掉手法啦，就掉到那种，长得香啊，它是那种焦香味。酥脆感。差不多那个第一个好了，可以起来了。你先放着，等下再摆盘。显空压的，熟食放瓷盘。因为他们这个最后摆盘他们是放那里，对。我们先倒数，好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天草马收了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最杯米罐那部开米是卡站掉喽。好，依然是压轴这一关哦，而且我们红队是使出了杀手锏的吃吃坤啊，俗称姐人招牌韭菜盒子，好好吃哦！那曲柔你看比美味美条福冠婷婷哦，连那个酱没动厉害，好吃，透色，娶到好太太，对，没错，真的，那剩下我要去打包了。蓝队的姐姐，你觉得嘞？哎呀，你好食啦，cái皮哈又甜都有脆啦哈。两片就是动厉害，不过揽出两片没唔会受硬哦，夹夹来食看。好，味道很棒。师傅，你凉沙就会小你咯。而且其他也冇吃到去哦，感觉其除了酸甜以外呢，还有那种发酵过的那种果香，没懂咱们的？怎样？烦恼了哈？酸甜的那个香味，超开胃的，好想再来一碗白饭。真的，我想再来一个韭菜盒子。那个冬夜天选给细节到非常的清爽，你凉沙可不可以建议上那个国宴的菜单？大饭店咩？国宴就用这一道。呀，我同唔同真嘅呢？我唔出来呀。哦，真嘅厉害！我到底师傅运用办来结听呢，俺咪唔知夹夹来看哦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诶，不过你爱对爱风吹10分的有信心，都在爱呀！一生人吃过最好食嘅韭菜盒子，嘿咩师傅咩有爱有念讲呢？导太多，非常的导向。没有，蓝队也非常好吃啊哈。好，小戴师傅抢本书，小戴师傅，风吹。好，我们把韩语加机会抢看一下，邱师傅，哇，蓝皮娘嘞！
听听看你的理由有没有说服我。真是做全动吼，做啲本分数，乃两腿全部本分数。第二道韭菜盒子真是，乃不卡个西窗啊，我被没有买韭菜盒子，學一下，應做會好好笑。哈，點解不能請風吹嘅韭菜盒子本身吼，我自家最少是韭菜盒子，唔過吼，我印象中的韭菜盒子哦，伊皮吼個盤，風吹做嘅皮骨泡又會脆，做了過後，伊條米嘅米絲又嘟嘟好，唔過，我只能給1分啊！啊，南翠呢？也鳳梨嘅香味、甜味，同嘅梅嘅絲酸吃，梅嘅絲，非常的融合，所以略勝一籌。好啦，其實咯，講真嘢，風吹真然做到當好，我留意清楚喏，南翠呢沒有幾樣樣，果然呢樣樣水準的表現。好啦，人生是一定是安全的啦，馬上就來頒獎嘍！耶！今天呢，皆大歡喜啦哈！想要明哲保身的那各位自家安全，好成績沒有好禮物，好獎金啊！本台自家公布成績，南水得到3分，風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南水咯！好，南水了解係大挑名，恭喜你得到係3000塊嘅價台。太棒太棒啊！風吹厲害了，你得到嘅係南京布展國劇組3件，這什麼都沒款啊！3個，玫瑰金也太有質感。我剛才想好了，來，你說怎麼分配？煮泡麵啊，要煎韭菜盒啊，煮大的呢？啊，大的可以大韭菜盒啊，大的可以拿來擋擀麵棍。對啊，做，哇，現在滿呀，哈哈，禮拜你有冇安就榮幸哦，可以看到這麼可愛的你。對啊，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個。平常時是啊用換衣啊用。對。換咯。人生就是這樣啊。還是因為跟我今天穿的有搭配。是啊。有默契。啊，今日老小主也即強下來，就感想做啲老大家分享。進展要有歡喜，我同個帥哥主廚啊，那個美女我們的師傅，還有我們主持人，還有我們的也是鄉親，我們苗栗鄉親哈，銅鑼的哈，大家安尼共下來搞當神氣。係啊，唔會後悔啦，哈！唔會。哦，你們希望農會讓你兩下推薦過來呀。好，謝謝你們，謝謝。好，風吹呢，因為個佢係自家來報名嘅，禮拜來參加幾個場啊，都讓下來，有乜嘅心得，老太請分享一下。好高。要做參加呢比賽，當好。那你拜不過來嗎？會。好咯，等你來哦。介紹其他人過來，沒做介紹其他人過來。好，走的，恭喜！蘇珍獎，我心目中最會做韭菜盒子的廚師，禮拜來參加嘅心得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懂好料啊！對啊，懂好搞。他已經把所有的客家話都講出來。好啦，恭喜！那以後要再來玩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期待吃到你更多料理。恭喜！好，今日啊，一些的食材神奇，太下就記得來到苗栗來做節目哦，就是品質保證，因為我們的鄉親呢是最可愛的。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歡迎你強下來都要到 V 分享楊富卡愛嘅料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上來，聊。